Subah Wanaxan，早上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索马里语课第一课的第7部分。上一课我们已经讲解了一部分的单词，如果想要学习的话，可以先看上一节课的视频。这节课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新的单词。Sonkol吧。Sonkol吧是上扣加吧，代表是和糖，吧是起到一个强调的作用。Sonkol 糖。Waha 代表的是东西。Kala 其他。Waha Kala 其他东西合在一起。Maya 不是 ，No 不是，肯定是哈，否定是 Maya。Library 和 ga 代表是图书馆。Library ga 图书馆。Library ga 是 Library 加 ga 加是代表的但是图书馆是代表是但是 but book 就是书 book。那是和。哇也还哇是 it is 也还哇是 it is 也还也是 it is 合在一起就是是的对的。伊敏卡现在。古里和嘎代表是嘎是特指定冠词房子。tag 走。cob 杯子 杯子。ah which is 就它是用于看例子是 alen shah alen 是叶子，shah 是茶，叶子茶就是茶叶，代表是茶叶。same 做。bugina 和书 bugi 是书，那和 bugina 和书。akli 读。nabad gilio 再见，先这些吧，再见。